醜樣得嚟又補身嘅石頭魚。煲呢個湯就有以下嘅材料啦：湯好嘅石頭魚啦，沙參、玉竹同埋陳皮要浸一浸水先，切幾片薑同少少蔥粒。石頭魚咧本身有毒嘅，啲毒就喺背鰭嗰度，要剪清佢。最好就叫街市佬湯好同埋清晒所有皮，因為啲皮都比較污糟，要食埋啲皮就要清洗耐啲啦。魚肚嘅裏邊就清洗乾淨啦。之後咧就用啲鹽啊、胡椒粉同埋豆粉醃一醃佢，可以開鑊煎一煎條魚先啦。爆香啲薑片先。石頭魚都幾補身嘅，而且啲肉又幾好食。唯一就係價錢比較貴啦，同埋要湯佢就要比較小心。可以放埋啲豆腐一齊煎啦。煎嗰啲魚同豆腐，啲湯會比較奶白啲，因為煎魚嘅時候可以逼出魚嘅脂肪同埋蛋白質，然後加上熱水，產生呢個乳化作用，湯就會變得越嚟越白啦。大約煲佢45分鐘左右啦。你想係更甜啲，可以加埋瘦肉一齊煲，得㗎啦。落少少鹽調一調味，最後落埋少少葱花落去。可以畢上嚟啦。石頭魚豆腐沙參玉竹湯。